桂香家常新宫的雕像，点点们去到路街路口，冉冉行下来，就看到两座大雕像，处地桂香道理。那迄时啊，比方中下有22000人入口，但是有70牌客家人，那个客家人拢对新竹、桃园、苗栗吼，东西太普向下吼21名过来。桂香乡係南挑人最大嘅客家總頭，8公年內客人陸續對高鐵曬落來，未促進桂香當年客家嘅融合文化。講到桂香嘅體質，除了客人之外，有多個產業未係其他鄉鎮並唔讓嘅。當你現在設置嘅木槽內位，佢哋包修送嚟入掉。大條路個都好多動作。桂香鄉嘅用錄事業來講，咧下目前只有6000人頭，6000人頭嘅規模是佔台灣省嘅2/3。台灣省2/3嘅水路總計弄啲喺桂香鄉，桂香鄉嘅最集中嘅用錄廠就喺南港村，南港村又佔4000人頭。南港村又被按照水路嘅故鄉，當年嘅經濟產值有日3000人份。桂香有多個歷史最近掌權100年，9年之後規模很大。我講嘅時代啊，吼，喺頭擺喺上輩下來南港入邊打兵去嘅，開始就因為政法嘅關係啊，就啲入邊政法打獵觸聽咧，嚟到政法。頭擺嘛有學到嘅薄陸皮啊，吼。送到鹿港去啊，出口到挨爸爸掠時代中間，就因為到陸種喺市面上嘅市區啊，吼，就漸見血見多，個到921了就漢那多，用半年了，921大地震以來，帶動一群的那個觀光的那個人潮，掠人潮較多去嘅，就表示講掠陸種嘅市區就滿啦。陸中嘅價值平均1兩2000元，當年遇到記陸中嘅世界，總係下嚟動年來。按照來講，我係熟客，佢都挑帶都見買，親戚朋友啊，佢不見車帶單來啊。然後我本也唔是做廣告，佢都熟客啊，見挑單來啊，當然都係啊。講到桂香鄉嘅產業，強壯喺9年之後發展起來嘅，還有2隻。廿巴建體嗬，長輩下睇了嗬，日頭嘛下睇了，唔會講嘅果實長勢了，長勢了咪下冇實，下睇了下比較下好食，養分仲係偏少，唔會講我全部本嘅冇路用嘅，佢咪有8養分。檳榔染度種類越挑嘅咖啡樹，因為個嘅檳榔樹就得會咖啡榨汁。種檳榔係日頭到檳榔咪冇好嘅啦，像雞運種呀咖啡係厭氧嘅素材，係目測個厭氧安尼就會日頭摘起來就做起來咖啡就好食。你10分嘢講直接曬嘅都係冇好食嘅。桂香咖啡產區大體分布喺9分以上嘅產牌行，係阿拉比卡品種。風嘅要摘，從嚟青嘅冇摘，嚟青嘅咪冇摘，你摘風嘅就好嘅。用差唔多幾多分熟？呀，呢差唔多要7-8分熟。完全如樹工，就下一粒嘅咖啡頭，做一個長凍中配係新牌嘅關鍵。那一只勺子，那個叫取樣勺，它的用途就是說，把鍋爐裡面的咖啡豆拿出來檢視，看現在的水分乾了沒有，或者是你要到達你烘焙的一個度數了沒有。無論係火嘅大細、時間，都會控制到當好，為住供應重度滲透。它整個過程啊，它會開始溫度慢慢的高嘛，然後它就會開始進行焦糖化，跟梅納一個化學反應，然後整個過程就開始經過一爆了，那就是整個香變的一個過程。這個時候就要堅守崗位，因為好跟壞的一鍋咖啡就取在這個條件之下。
为了推展公共，也下国想咖比，唔但强做得容点解，还做得事。目前他们应该是重的，因为咖比佢本身一向加落菜地包体位系所以个现象都产咖比，面积愈来愈大所以配合乡公所大家都推广可能发展起来嘛。咖比盖桶、咖比米粉，还有咖比公脚虾，从这个咖比料理改变大家的想象。有第一是硬粉硬粉都会做冷盘来对的，系按那讲做落去煮菜都会木行锅的，都做得煮汤，像那鸡汤都做得用煮的。按那讲像状况肉都会去行锅嗰款嗰款煮落去幾濕濕我留嘅油綜合在一起，佢都唔好，識得唔好油唔單搶係咖比，貴上嘅枇杷未當做名。喺有時入核體，呢個大體一啲就หั่核體。然後呢像咁樣有3粒，要爭麼？嘅時就咁樣都冇重樣落個拆開來，一粒金黃飽滿嘅枇杷，掉啲樹後，今年就係豐收嘅經驗。有坑看一類有紅無紅看一類，看得到嗎？要風啦。當年春天係枇杷抬出來時節，國鄉鄉嘅枇杷種植面積有250公頃，無論係面積也係產量，都係全台灣第2。這陣就一早做紅嘅，這陣就呢度也做天光。呢度也做天光，喺呢講天光當內呢得冇啦，天光做得嘅，天光得幾下落嘅較濕，唔係走唔路到摸嘅。這份熱照啦，食起來又軟水又多，品質當好。因慶做無窮八個風餅的，16歲就開始種枇杷咧，到2下每日見種咧30-40年。這是幾項橋下嘅內嘅水摸水喺度計到種枇杷，你10天摸較好啦，種枇杷又較好啦。所以嗰陣時間要等到10天，你就頭擺種下1天，喺度也諗住種下10天，種下種枇杷。無窮八講枇杷東南谷，就講南風，枇杷玉竹，無論係摘嘅時節，也係包裝嘅時節，都會當生意。國鄉鄉有當好嘅地理環境，物產豐富，還當住歷史人文特色。公共鄉里動情，如今為係地或係玻璃、清潔、人人探解推實實現天朝嘅建國嘅路項，從這國鄉就流利來，影下嘅因素未冇少過。不過去年國土6號通查過後，對推動除咗的持家皮到玻璃，對國鄉公共造成動態嘅影響。地推是實現中潭公路後造成呢個點兒感受最深。目前就是可以說1/3，有時候還不到啦。因為以前假日這邊真的是很多人，是如果1000個人，現在頂多差200多個，平時不到200個，所以就差很多。頭擺見到枇杷抬出來時節，中潭公路線都係賣枇杷嘅，不過2下實在冇幾多攤。現在差很多啊，基本這條路會使講攏無啥車啦。本來國道綠化無通的時陣會使講這車你若普隆時車流量嘛足大，你啦。阮一工會量一工來只賣來講差不多有超5萬以上啦。基本上國道通可能有當時啊，賣10000還是幾千塊就算袂歹啊。我專門接台團體影下嘅土家村入閘，沙洲冇看到嘅感受。因為我們的房價比日月潭那條線差不多偏離了1半嘛，所以很多人會選擇到我們這邊來住，然後隔天到日月潭去玩一玩，或者是第一天從日月潭玩一玩晚上來住我們這邊。像去年到今年的話，我們整個業績的話差不多3成以上。有資訊中介是才係少數，一直到去年底，國鄉高流頭通查過後，
菜田休憩將普遍減少得到，人客天天嘅都轉落嚟。當時嘅過到6號吼，佢通查家吼，直接通到玻璃去，你那9條頭慢8人嘅人可樣好，所以你啲慢8人嘅吼，另外國信箱真的有一些影響。你通查你3半年來吼，慢慢的就一直恢復以前的人潮。我们是台中的后花园，他们有温泉可以泡汤，泡一泡，然后回程的时候来这边用个餐，所以一日游是增加，住宿没有减少。國道6號是好，你開始能因他去不來啊，但是印尼內帶較欠的就係講行銷，較冇推廣出去。啊，因他外來因他去不見過印尼的啊，唔會停下來，佢哋係比如去到玻璃。去到熱灘，去到清境，佢都唔會不落嚟，直接就到目的地。就變成講，呢啲係蜻蜓點水啦，就點下就過去。特別國際認為係啲愛去玻璃、熱灘呢啲素材天出會經過嘅路，為咗迎客係動人嘅。呢下就嚟係那裡片嘅路，國際人咪可以想辦法來將迎客留人。60禮拜但是拜讀禮拜吼。過到6號又塞車哦，青島又回龍鄉，你下青島茶吼，拜6禮拜是中下行的台14線的 Q 路了。來看慢慢應該會對整個地方來講吼，我們有信心啦，慢慢帶動起來嘿。我是講喺啲地方，為咗嚟啲農產品啊，嚟啲景點啊，嚟啲地方嘅嘅基層組織吼，幾下結合起來吼，啊規劃統一規劃呢。冇講基本嘅銀行咪銀行，對攞對印尼總督嘅銀行，對印尼嘅銀行啦。啊，大家來服務嚟對銀行嘅，安尼講錯啦。因為像愛做啊，你隨緣做隨緣嘅吼，該做咪衝球啦。跟我們本身業者有關係，我們準備好了沒有？準備好的時候，他們就很喜歡過來。如果我們準備好的時候，這個方便的車程是對他們是直接就可以過來我們這裡啊。三個古蹟農民橋。九府9日至台鐵土轉爆點9府以上，嚟到著名嘅景點大家都當地。不過在當時仲因為想到呢啲素材都係啲貴上口，就嚟行下離片嘅交通，用扮演整合菜鐵產業、歷史、人文、老故事呢啲，打造自家鄉村嘅特色老魅力，係很難大嘅挑戰。